人類關注組。呢個世界無奇不有，電影中經常出現擁有超能力嘅角色，現實中可能都有人識超能力㗎。今日人類關注組要介紹嘅呢位人類，疑似識得變臉同埋空間扭曲之術，佢叫做 Cammy 謝希婷，原名謝子慧，好多傳媒都會喺佢個名前面加上陳冠希前女友呢個名銜。今日我哋就嚟講下佢嘅故事。Cammy 喺1995年3月18日喺中國內地鄉郊出世。1999年4歲嘅佢跟隨父母移民到香港。中學嘅時候就讀觀塘仁濟醫院羅陳楚斯中學。佢身高170cm，自細就想加入娛樂圈。2010年15歲嘅佢成為當時新晉5人靚模組合 Fantasy 嘅其中一個成員。佢哋喺推出咗一本寫真集之後，由於反應麻麻，好快就解散，各自發展。每年娛樂圈都會有大量新人湧現，要喺芸芸新人入面突圍而出，佔上娛樂新聞嘅一大篇幅，真係唔容易。而 Cammy 咁啱得咁巧，發生咗一啲不幸事件，令佢成為記者追訪嘅對象。首先喺2011年9月，Cammy 識咗台灣模特兒沈志明。沈志明因為拍攝萬寧廣告而為人熟悉，媒體都叫佢做萬寧哥哥。之後佢拍過婚前試愛、喜愛夜蒲同埋朝聖辦公室等多部電影，有傳言指佢爛蒲又中意溝女。16歲嘅 Cammy 去佢屋企參加一個派對之後，向媒體哭訴，話沈志明飲醉之後強迫佢睇怎樣打飛機。呢啲咁嘅桃色新聞自然有好多媒體報道。Cammy 爆料之後，話沈志明又打嚟鬧佢，但佢即刻收線，唔想同佢再有接觸。事後沈志明形象插水，佢話遇到為咗出位而不擇手段編造謊言嘅人，只能夠講聲加油。2個月之後，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Cammy 唔小心唔見咗部手機，真係好唔小心嘅啫。手機入面有佢着住浴袍同陳冠希擁抱親吻嘅肉緊相，仲有一啲調情短信，就係咁就登上咗週刊封面。雖然陳冠希喺呢件事之前已經有閃卡事件，但係 Cammy 太年輕，加上仲係學生，甚至令人懷疑啲相有可能係未成年嘅時候影嘅，所以搞到非常轟動。陳冠希承認同 Cammy 拍過6個月拖，但係已經分手，又坦承買過內衣俾 Cammy， 而 Cammy 話自己係正常拍拖，不過一時向記者講自己獻出咗第一次俾陳冠希，一時又話仲係處子之身。為咗避開傳媒追訪，讀緊中4嘅佢連學都唔返，曠課咗幾日。有媒體報道話家長同埋師生都好不滿，甚至有老師竟然同記者講話佢講嘢有幾多真幾多假，大家都知啦。多年後 Cammy 講過件事令佢好大壓力，當時經常失眠，佢後悔拍攝呢啲親密相，話自己當時年少無知，同阿嬌一樣好傻好天真。過咗唔夠1個月，有媒體又影到 Cammy 上男藝人王浩信屋企，而嗰個月王浩信將會同陳自瑤 Yoyo 結婚，所以呢件事令大眾譁然。Cammy 聲稱話上去只係傾下偈，但係經過呢一次，佢更加形象插水。傳緊同王浩信嘅同時，網上無啦啦又流傳出一張 Cammy 同內地男歌手井柏然黐得幾埋嘅合照。事後井柏然就話以後唔會再隨便同陌生人合照啦。網民覺得年紀輕輕嘅 Cammy 實在太唔愛惜自己，覺得佢對讀書同工作都唔認真，幫佢起咗個朵叫做集郵女王去嘲諷佢，又叫佢做大話精，甚至有媒體搞投票活動，有近90%嘅觀眾認為佢應該退出娛樂圈，專心讀書。不過 Cammy 仍然好想喺娛樂圈發展。2012年佢推出咗寫真集《17歲的初體驗》同埋新歌《Kiss Me Kiss Me》，仲喺深水埗西九龍中心舉行發佈會同埋獻唱，奈何佢似乎冇咩觀眾緣。之後佢試過轉戰主持界，主持靈異節目《怪談零首期》。呢個節目係接受觀眾打電話上去分享鬼故，但係竟然有觀眾打電話上去嘅時候瘋狂炮轟，話 Cammy 主持得好差，仲話佢就係鬼故節目隻
軌，鬧佢唔識主持，毫無邏輯，簡直就係收視毒藥。Cammy 苦笑話自己初做節目仲要學習，對方就勸佢好好讀書啦，唔好貪慕虛榮啦。呢個時候電視台播廣告，到節目再播嘅時候 Cammy 就唔見咗人，其他主持人繼續主持。到 Cammy 翻返去鏡頭面前嘅時候，見到原來佢喊緊啦。其實做藝人又好，又或者普通人如你同埋我都好，返工都要盡力做好份工。如果唔做好基本，為上位不擇手段，或者愛情大過天，唔將心思專注去工作，其實外人都會看在眼內。Cammy 想做藝人，其實佢都好幸運，有機會同其他女仔組成女團，又可以出歌。但係喺最講形象嘅娛樂圈，加上佢咁細個嘅年紀，難免令人覺得佢有咁多時間惹上咁多桃色新聞，偏偏有機會主持節目就唔花時間做好功課，難怪啲觀眾咁氣憤。演藝事業發展唔順暢嘅佢，桃花運就繼續旺盛。到咗2013年，佢同中國內地富二代Jaden 拍拖，男朋友成日送名牌俾佢，仲打本俾佢搞網上時裝生意，又喺廣州天河區開設時裝店，裝修連埋租金花成100萬人民幣。佢話店鋪每月賺近10萬蚊，開鋪做老闆，過住悠哉悠哉嘅闊太式生活。當時佢同男朋友喺廣州近3000尺嘅獨立屋嗰度同居，得閒又去下旅行，不時喺微博豪晒富貴生活。當時更加話已經同男朋友有結婚嘅共識，可惜拍咗4年拖，最後都係喺2017年年底分手。分手之後冇耐，去到2018年，Cammy 被爆戀上澳門賭廳富商，佢都承認戀情，不過就話對方並唔係咩賭廳富商，而且更加話只係拍咗大半年拖，喺媒體爆出戀情之前已經分咗手4個月。Cammy 交往嘅對象依舊非富則貴。2020年媒體爆出佢有新男朋友，男朋友叫做 William， 做金融而且非常富貴，經常喺社交媒體嗰度晒名錶。Cammy 話兩個人識咗5-6年先發展成為戀人。但係到咗2021年1月，無啦啦殺出個程咬金，有一個台灣人化名做 S 先生，自爆曾經同 Cammy 喺2019年2月開始交往。佢指控 Cammy 借咗佢台幣288萬，即係當時大概80萬港紙左右，仲話自己俾過錢佢去整容隆胸，又花台幣50萬，即係14萬港紙，幫佢去5星級酒店慶祝生日，又被要求送名牌。佢更加指控 Cammy 喺佢嘅半山豪宅嗰度偷竊，又話佢每餐飯至少都花6000至到8000蚊，但係影完相又唔食，純粹為咗打卡。另外 S 先生亦都控訴話 Cammy 喺拍拖期間一直對外公佈話自己單身，同其他男人繼續親密互動。Cammy 回應記者話，對方只係一個瘋狂嘅追求者，得唔到佢個人同心，所以就抹黑。又話要保留法律嘅追究權利。對於S 先生拎得出 Cammy 瞓覺時嘅相 ，Cammy 就話只係自己飲醉咗嘅時候被偷影。3個月之後，街上無啦啦又有人貼出 Cammy 同當時男朋友嘅相，寫住老千情侶檔出沒，叫街坊注意。又有請俾翻我血汗錢呢啲字句。當時家住尖沙咀月租4萬蚊豪宅嘅 Cammy 就話呢啲係無聊小人，自己忙於工作，冇時間理會佢。Cammy 嘅負面新聞同埋戀情都變化多端，佢個樣一樣都係變化多端。咁多年嚟，佢不時 po 性感靚相，但係次次都好似唔同樣咁，真係令人懷疑佢識得變臉。不過咁 ，Cammy 呢方面有幾坦白，佢一向都認自己有整容，18歲第一次整眼，之後佢個鼻、下巴、輪廓線等等都有加工過。18歲時候嘅佢更加講過，25歲就去抽脂隆胸。佢話係女仔都想靚，執靚個樣冇問題。而今年30歲嘅佢，年頭已經飛咗轉去韓國做醫美抗衰老。而佢嘅不科學身材、逆天長腿，亦都被網民嘲笑佢係 P 圖達人，掌握咗空間扭曲嘅超能力。更加有網民用恐怖嚟形容佢 P 得過分嘅相。每個女仔都貪靚，不過而家咁樣仲係唔係靚呢？
Cammy 曾經生日嘅時候許願話想賺多啲錢，又講過男人肯花錢喺一個女人身上就係愛，開口埋口都係錢。雖然佢話自己窮，不過比起好多人，佢明顯生活富貴啲。媒體同埋網民都好好奇，目前去咗上海定居嘅佢到底係做咩行業？而佢就話自己一直都有工作，只係唔係朝九晚五。又話有人打本俾佢做生意，同埋話喺上海嗰邊經常有拍攝嘅工作。佢話佢仲有啲小投資，又喺中環開咗間養生館，又有做直播同埋接廣告咁。佢話有多元嘅收入來源，只係工作量唔大啫。咁做人又唔係一定要打工嘅，的確係可以做自由工作者或者創業，能夠年紀輕輕就生活富裕，而且工作量唔大，似乎佢的確財來自有方。講起佢接廣告，喺2022年，唔知佢係幫人宣傳定係私心分享。佢喺社交媒體高調宣傳外圍網上賭場，分享各種玩法同埋自己嘅經驗。有指佢喺當年2月18日被捕，不過事後就似乎執翻身彩冇事。睇嚟專注變臉同埋空間扭曲嘅 Cammy 都要增進下法律知識先得啦。之前人類關注組喺其他人類故事嘅影片入面都探討過咩係成功嘅定義。Cammy 當初喺香港嘅演藝事業俾佢自己搞彎晒，有觀眾話佢貪慕虛榮，有網民話佢不擇手段。但係多年之後，佢住豪宅，有財來自有方，異性緣財運似乎都好順利，變臉同埋空間扭曲技巧又高超。大家覺得佢咁樣算唔算成功呢？個人認為錢當然緊要，但係正確價值觀都好緊要。就算幾有錢都好，有一啲快樂都只係假象。今日人類關注組就分享到呢度，唔知你有咩感想？歡迎留言分享。另外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啷啷。我哋下集再見。